再来看美国加州的洛杉矶，最近呢做大水，佮发生土石流，有上百万户失电哦。目前嘛知影有3个人死亡，当局是表示讲，大约有3800万人伫警戒范围内。 冲击了落雨，引起土石流，土沙水甲大石头同齐冲洗落来。洛杉矶亚西城社区道路厝车辆受损，数百万人出伫危险大雨加强风冲击，包括洛杉矶地区在内的南加州顶面有大量水汽。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洛杉矶部分地区测啦将会落半年份的雨量。Over 150 power incidents and approximately 7,200 customers remained without power after thousands have been restored. LAPD has had an increase in traffic accident responses with over 65 traffic collisions resulting in injury. 洛杉矶交通局表示，滨州河山庄位伫日落大道甲无荷兰大道之间的班尼迪克峡谷大道，因为路面有水石啊，无法度通行。另外一位查甫人为着救跋落水的狗仔，跳入洛杉矶河，经过消防队员提前赶到水尾，成功抢救，狗仔也安全的收到好环。不过官员也接到死亡通报，其中有人互倒去的路树地死，北加州部分社区民家厝互大树地害，搁安尼停电。And then we just hear a big boom. And the ceiling fell down. 加州当拄着自顶礼拜5以来第2摆大气河流侵袭，加州州长纽森针对加州几个郡发布紧急状态。洛杉矶地区初5下昼，因为点钟超过1毫米的速度，继续落大雨，累积雨量更加增加大水土石流的风险。当局警告，灾害还未过去，民众上好避免外出。公司新闻吴伟林编译。